後來針對到李乾龍的坐車，方安裝到追蹤器，新北市警察局下晡有上新的這個說明，還是拒絕我們警方的報案，不願做筆錄。就針對追蹤器的部分，據李副主席指述，也已經當作垃圾丟棄在垃圾中，無從追查。雖然目前李乾龍無打算要報案，也毋過早起，新北市的副局長林武宏甲李乾龍見面了後，李乾龍有提出到當時所找到的追蹤器，新北市警察局嘛強調講，因會繼續來追查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